今日新闻头起先要先来看这中国寄来台湾的网青刘真阿拍片赞同中国武力派台湾，所以讲伊的居留证甲健保拢已经去互废掉。移民署是下令伊出境，今日是伊家己离境的上尾工。不过刘真阿昨就甲媒体讲，伊是无按算要离开，今日早起阁开记者会，咱嘛来听咱的官员详细的说明。纵观这几天的发展。我觉得雅雅这位女士呢，并不是一个普通妈妈。大家可以看到，从法律战、舆论战跟心理战，她这个呢可以说是三战齐发。不管是行政单位，或是我们的司法单位，都已经做出最后的一个裁示，希望雅雅能够按照我们原来的行政处分来做处理。刘真阿是要求内政部长检讨移民署滥赡用款例，呼吁要爱撤销行政处分，避免亲人分离。不过行政院长杜英台面强调讲，伊是要求内政部温柔处理，同时态度嘛要坚定。言论自由是有界线的，袂当伤害国家，又搁要求国家该保护。杜院长嘛强调讲，这违法的行为会用上严格的方式来处理，无任何存救的空间。